一起来唱今天的诗歌356首《咱上大的瓦课》。清芳的花蕊，青翠的草坡，谁人种作，谁人照顾。上帝做日头，上帝赐风雨，受伊养起拢免烦恼。最最的劳苦，日出个日落，啥时满足，啥时安着，总是伊疼咱。为咱有臂膀，伊是咱上大的帮助。耶和华就是咱的倚靠。就是耶和华，虽然咱看无头前的路途，上帝知影，上帝开路，道道伊是好，伊来学路，伊是咱上大的倚靠。虽然咱看无，虽然咱看无头前的路途，上帝知影，上帝开路，道道伊是好，伊来学路，伊是咱上大的倚靠。咱做伙来祈祷。万关灵听阮的主上帝，愿阮伫你面前会当无论日出日落，阮拢时常抱着满足感恩的心来到主你面前，来领受主你真理活命的话。主，阮知阮的生命需要伫安静来听候主你真理活命的话，常常对阮讲话，互阮明白，阮上大的帮助是主耶和华，嘛互阮知影要安怎伫生活中、伫生命内底。把握每一个时刻来为主你做美好的干净，愿上帝你引带阮，陪伴阮的心，三甲做伙来领受今日的训练的课程。愿上帝你教阮正大家三甲之地，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是。这边要问李老师哦，有咧参有，我知，我知，好。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今仔主题吼，无需要带咱来看目睭着开啦吼。咱要来看一段圣经节，《使徒行传》26章16节到18节，《使徒行传》使徒行传26章12到18节。这是保罗信主的经过，也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必须要去经历、经历。虽然这是保罗伊本身伊所经历，真正去拄着上帝、见着主的一个生命经历，但是这对咱来讲嘛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功课。有时咱的信仰目睭爱要安怎开伫什么所在，看到什么事。我想这拢是咱的生命需要去了解哈。好，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26章12到18节。圣经这样说：那时我带着祭司长的授权和委托去大马士革。王啊，大约正午，我在路上看见一道比太阳还亮的光，从天上四面照着我和同行的人，我们都倒在地上。我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你用脚踢刺棍，自讨苦吃。”我说：“主啊，
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你站起来，我向你显现，是要派你做我的仆人和见证人，把你所看见的和以后我将启示给你的事告诉世人。我将把你从你的同袍和外族人手中救出来。我差遣你到他们那里去开启他们的眼睛，使他们弃暗投明，脱离魔鬼的权势，归向上帝，好叫他们的罪得到赦免，与所有因信我而圣洁的人同得基业。”好，那我们在看今天的圣经节以前，牧师想要问大家几个问题哈。那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眼睛呢？有无？什么有啊？有生命啊？嘿，咱的生命有目睭无？咱生命无啦，你要通过生命咧，嘛是咧通。咱咧讲，咱看到什么啦？吼，对无？你通过哦。通过生活，通过经历，咱经验到啥，看到啥，这就是咱咧讲的生命的目睭啦，吼。目睭要得到看见，我们生命的眼睛要看见，必须要有几个步骤了，好。第一个，在我们的学习单，我们旁边有学习单哈，好，咱边有学习单哈，那会当甲写落来。目睭要得到开哈，咱的生命的目睭要开哈，有几个牧师要带领咱来看。三个重点就是生命爱更新啦，好，生命若无更新哈，生命没有经历到神，或生命没有经历到祝福，生命如果没有经历到改变。他没有办法看见，所以生命的更新是第一步啊。好，所以第二个真理的看见。当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他的生命有更新、有变化，不管他的变化是多或少，就算是一点点的改变，都会让他看见生命当中的一点点的智慧真理。好，所以你看有当时迄一个囡仔吼。伊若看到讲，伊知影爸爸疼伊，知影伊的爸母疼伊，伊知影这个真理，伊就安怎？他会努力的，愿意怎么样？为了爸爸妈妈去帮助妈妈，甚至去做爸爸妈妈愿意做的事情。所以，咱来知影，咱信徒嘛是同款。当咱的生命若无蒙着，主的恩典、主的福音所带予咱生命更新的物件，安尼你就看袂到啥。你唔知要安怎看到你生命更新到底是看到啥？所以我感觉一个人要看到，有个人讲，伊都无看到真理，无看到真理要安怎有生命更新？但是王长你感觉拄过有个人，伊其实来到教会，伊唔是先看到真理的，伊拢先看到啥？伊是经验到，像恁遮的人生命的人拢，恁遮信主的人拢无啥相款，有无？伊会看到讲，哇！恁拢遮喜乐，恁拢遮欢喜，所以伊会安怎？伊会想要来谈看卖。所以生命，伊会开始讲，哇！你的生命安尼来教会，有一种更新的生命，安尼我嘛想要来试看卖。所以你若讲，伊都无听道理，伊都唔捌真理，你要甲伊讲啥，伊听袂落，因为伊根本就无想要先听这。人拢想要先创啥？伊想要看见我来到这个所在。我的生命会当带来什么款的祝福？所以我感觉第生命更新最重要。所以教会上拢会办做活动，办做有关会当影响人、吸引人，要互人通过这个活动心来认捌着主，这就是原因之一啦。好，所以生命更新其实咱伫教会咱要办活动，要吸引人，要影响人。如果咱即群听主的人，若生命无更新，咱来办一个活动，你想这个活动敢会互人有感觉生命有更新的活动？是不会的。阮这摆4月2日我咧带这学生办这餐会我一直2-3礼拜、几来礼拜我拢咧讲这样代志啊，叫因着爱安怎，爱会晓招呼人啊。问题咱知影咱伫教会伫礼拜日这招呼交代有重要无？足重要对无？因为迄是兄姊妹一个，无论信主无信主的人安怎，伊的生命有啥物欠缺不足，伊若来到教会先看到这交代的人伊的心情就安怎，就无共
伊就比班后，伊就感觉讲，哦，这真喜乐，看到这个人啊，真有热心，真有气力，啊嘛真有热情。我这礼拜小组就一个讨论怎样？哎对。我这礼拜拢合并啦。哎对。因为这做较少人嘛。无要紧。就是咧讨论这个问题。对，所以更新毋是在伫咱要先听有真理，较来做这个代志，乃是咱一定爱知影，教会无形中拢会形成一种，咱来去形塑一个生命更新的文化团体。第二个，我们进到一个真理的看见，当人生命看到，哎呦，这一群信主的人不一样，他就会慢慢从里面，从我们的团体当中会想要了解。到底我们在干嘛？好，咱伫教会咧创啥？好，等下咱来看，他拄仔咱所看的圣经在咧讲啥物，拢跟这拢有关系。好，上帝安怎互保罗对伊的生命的转变，带出一个真正生命的行动，最后目睭直直看见，后来就有啥物动作啊？就有使命的启动啊！我感觉吼，咱来思考看嘛，其实教会有真侪信徒，大部分生命拢停伫倒位？拢还阁停伫这生命更新甲真理中间尔，吼，有当时连真理拢无啊，对无？吼，所以吼，你讲使命吼，你信徒要安怎？要做代志吼，要去侍奉上帝吼，无可能啊，爱了解无？所以吼，这三个拢是行动哦，拢是生命的行动方向哦，吼，足重要哦。咱大部分的信徒拢是停留伫生命更新甲真理的看见中间尔。好，所以为什么咱爱常常去讲？讲的原因是，就是要互人了解，咱要安怎通过更新的生命的侍奉，来互咱的信徒去看见真正的真理甲愿望，然后伊的生命导到伊就进入一个阶段，就是有使命的行动力出来。好，所以真正的眼睛得开不是停留在知识上，而是会表现在第一个。他会对神更敬畏，更加敬畏，好，对神更敬畏。第二个，他对罪会更加敏感。你看，迄敬畏上帝的人最近牧师咧关心一个姊妹那这个姊妹呢，伊本身伊开始豆发现讲，这个信用足重要。伊开始咧敲揣人物这个信用，伊足迫切咧人物这个信用的时候，伊安怎？伊会足积极的讲，牧师，咱来祈祷。牧师，你来为我祈祷。牧师，咱就爱来祈祷。敬畏的中间，伊会知影为什么要祈祷？因为伊知影罪捆绑咱人的生命，常常伫咱的生活中间咧影响咱。所以，如果对罪不敏感的信徒，对罪不敏感的人，往往就是因为他跟神其实不存在敬畏神的心啊。所以，一个人若对上帝有敬畏的心，伊自然会对伊家己所犯的错误安怎会敏感嘛？好，所以呢，对罪有敏感的人，伊就安怎？伊就会希望对真理安怎会更较无。他会期待对真理能够更渴慕哦。他知道说，我的罪，我的生命充满了罪，充满了许多我不知道的罪，充满了我许多我没有办法像某些人一样这么喜乐的来侍奉神，他就会更加了解我需要神的话语，我需要神的真理来帮助我。最后，灵魂，我们要对灵魂更有负担。大部分信徒一直到对真理有所认识了后，最后咱要开始有一个行动力，叫做对灵魂有负担啦。如果咱的生命哪里拢是停留在对自己的需要上面，不管是身心灵哪一个部分，如果你的负担，你的人生憔悴信用拢干那咧对你家己，你拢袂去想着讲别人的生命、别人的灵魂、别人伊的生命需要福音，你若拢无咧想这个代志，安尼我感觉你对真理的认识、对罪的认识体会、对上帝的敬畏，拢要搁停留伫某一个阶段的顶面。所以咱来了解咱今仔日要做伙来了解这个真要紧。保罗伊生命转变的过程，目的毋是要伫停留伫知识财物。咱知影保罗伊为什么迫害基督徒？因为伫伊知识的财物的认知，伊对上帝的认识，伊并无感觉伊的生命需要耶稣基督。
伊认为我有主就好啊，我有上帝就好啊，我为什么搁爱搁这个自认为讲伊家己是上帝囝的人？所以咱来知影，有真侪人伊是活伫伊的知识的财物的信用，伊毋是真正生命有转变，生命有改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时常问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转变？我们除了了解圣经的知识以外，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去了解我们的生命的变化。什么是生命的变化？也就是人当领受到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恩，首要的工作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18节。来，18节讲什么？使徒行传26章18节讲，去怎么样？去开启他们的眼睛，使他们弃暗投明，脱离魔鬼的权势，归向上帝。后边有一句最后18节的上尾啊，迄句叫啥？王长老，你讲，你讲啥？好叫他们的罪得到赦免啊，对不？得到赦免啊。所以咱来知影为什么人的目睭无法当拍开？为什么伊无法当弃暗投明？为什么伊无法当脱离魔鬼的权势？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人的罪啦，人的罪所引起人无愿意做这个代志。所以咱个倒边来想，咱要讲目睭要得到开，生命要得到看见，咱来知影啥？咱来知影家己的罪。所以咱会当了解罪伫下面的人，伊才会当真正去领受着得救的生命。真正领受着这物件的人，伊较真正的爱安怎？王长老，你感觉得救的生命？那按照咱今日所看的圣经节，18节内面有讲到啥？什么是得救的生命？就是罪得到赦免，就是得救的生命，对无？啊，得救的生命需要倒几项？18节，伊爱领受某一寡物件，爱领受啥物？目睭爱开啊，对无？你想看觅？你感觉伫教会内底，咱信徒是安怎目睭要开？有啥物代志咱爱目睭开？我估一个咱知影咱教会拢有停车场，对无？王长老，咱有停车场对无？你敢知影停车场迄位置，人有的人，你感觉大家拢知影要安怎停车吗？对。你感觉吗？你感觉大家拢知影吗？你确定你讲啦？你确定大家拢知影要安怎开车吗？大家放车、停车，咱的停车位。就爱甲伊讲对无？你若无甲讲，伊敢会知？伊袂知啦。咱的咖啡机要用，咱讲这个咖啡机要做啥物路用的？要交代、要招呼的啦。但是若无人甲伊教，咱无咧甲信徒教。我感觉嘿。咱这咖啡机我看了咱一台感觉共款的，但是操作足紧。当试的就好啦。嘿。足够咱这种动作太济。毋是，因为咱这内底有会当搁加牛奶的啦。这毋是重点。我要讲的是啥？我感觉开启他们的眼睛，其实我讲的这拢是外表面的工作，但是佫有足侪内在的工作，咱爱去帮助人去看到，爱去看有啊。所以我感觉咱伫侍奉的内底我们不能够单纯只有侍奉我们认为我会的事情，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侍奉到底有没有真正看见福音的本质啊。所以我常常咧甲同工讲，咱带小组袂使无带人的性命，带小组若无讲到福音这个小组伊最后他没有办法带出福音的果效。没有办法带出福音的果效，自然对人的生命就没有办法帮助他弃暗投明啊。人如果一直在我们当中聚会，信徒如果在我们当中每次听讲道，听我们在那边你这个礼拜好不好？我们上个礼拜好不好？我要告诉各位，我们要去 touch 到他的心中的问题点。这就是开启他们的眼睛，让他们弃暗投明，
脱离魔鬼的权势啦。最近毛弟我想你上了解，咱最近有一个同工，伊开始要侍奉的过程的中间，伊的生命、生命、伊的身体、身躯开始有一寡变化。但是这变化内底，牧师去甲了解起来了，发觉原来是啥？有足侪部分是啥？是家己身躯对健康的知识的栽培，对健康知识的认识不是很明白，甚至他不知道怎么生活了。所以人很自然就会进入到一个凡事都有什么，好像很邪恶的灵在捆绑他。所以我要甲咱讲的是啥？其实圣经讲的这话真有意思。咱来帮助一个人去看有啥物，有当时是啥？该有的健康的知识，伊拢唔知影；该有的方法、生活的方法，伊嘛唔捌。所以，咱有当时咱拢袂爱去讲，因为咱为着要尊重人，但是咱袂晓去帮伊甲伊讲。你爱看有哦，看有你生命所拄着这个问题是为着啥物？为什么会安尼哦？你爱去了解哦。你唔该当做是啥？当做啊，无要紧啊，你就继续为我祈祷就好啊，唔是遐简单啊，没有那么容易的。很多时候，生命要健康有很，是。你今仔银行经这信用站哦。是。即我实在来读到这个时候，我的心中拢想讲代志啊。是。就讲，上帝若要用啥，就是用啥物人，毋是讲某一个人哦，伊的行为、伊的作为哦，伊较敬虔哦，会当互上帝来使用。你敢知影即个保罗？像我头头毋爱回应这个代志，你敢知影即个保罗吼？伊还袂拄着这个代志是一个歹人，是一个真正是一个歹人。歹人的时，主要说要搁用即个人，毋是讲伊即个人以前就有啥物好的表现、好的行为。互上帝安尼欣赏着，因为主要所以讲，伊甲迄个啥，迄啥物呐，迄先知啊，敢毋是先知？无了开目睭迄个啊。嘿，伊利。啊？先知嘛，伊利沙。毋是伊利沙啦，迄个无迄个主要所甲伊讲你爱互去哦。你爱找即个人，伊奇怪，我哪会用，我也袂记得。即个啥，即个毋知啥物啦吼。伊即个人保罗伊还袂拄着遐所的时候，即个人是无法度人做好，人无法度好解，真是一个好人诶。伊做歹要逼家己做大，对毋对？伊就是经历着。耶稣的存在，耶稣甲讲话，耶稣要使用即个人，毋是讲伊即个人有偌好的行为啦。伊耶稣要甲使用，要甲改变，伊即个人就是耶稣甲改变。到尾啊，真做一个吼，迄个主耶稣所动用的人一个使徒。所以我伫遮咧，咱伫遮爱看清楚即段圣经。上帝会有绝对的主权，伊要用啥物人就用啥物人，毋是讲并毋是讲即个人就是较特别较优秀，较好，就是要甲竞选即个人出来。所以有时咱到尾即个保罗，伊本身吼，伊本身经历这代志的时，伊才会彻底悔改。搁第二点，迄话经历像这个犹太人吼，经历着主耶稣行一生者，伊嘛毋甲信啊，对啦，伊嘛无要相信了即个耶稣，但是即个保罗，伊经历着安尼时吼，伊逼甲基督徒，伊经历安尼时吼，伊真正相信有即个耶稣啦。但是我讲吼，这是耶稣。有显然有出声甲伊讲哦，这犹太人无经历着耶稣
伊毋知影即个人就是耶稣，因为耶稣死了后的时候，才出现伫即个保罗的面前，互伊看。啊，即个耶稣未死的时，伊是一个人，啊，所以即个犹太人袂当接受讲伊就是一个上帝来。啊，我强调是强调安尼讲。上帝若要用人，是要用人，要用啥物人，就是用啥物人。啊，要改变就变，并毋是讲保罗伊实际上是一个好人。咱有时来看，咱来看清楚，所以咱讲咱讲来讲，咱是今仔现代人啦。是。你问讲你自己是一个足偌优秀、偌头脑英的人。啊，你是一个偌歹的人。上帝若要用，若毋用你啦吼。你一个外口人，上帝若毋用你啦。你原来你嘛无法度，你嘛无法度啦。啊，但是上帝若要甲你改变吼，从迄个啥物新啥福音教会哦，你无属于较早嘛是康熙哦。嘿啊。但是啊，还佫一个较早论是新的，一个牧师慢慢来咱大桥。迄是迄落啥？迄是手刀入鞘的一个较早学道哦。到尾伊嘛是做牧师，所以咱而遮人当看做吼，上帝伊要用人吼，毋是专门咧挑迄个一寡吼，伊有偌信仰啊偌好诶。伊嘛是会竞选一寡歹人。但是其实你咧讲这个问题吼，之前新田执事咧讲的时阵，我就去小可研究啦吼。其实圣经讲的，你头拄讲的拢无毋对。上帝若要用什么人，就会用什么人。吼，咱对摩西嘛吼，摩西伊嘛家己讲伊无啥会晓讲话啊，对无？但是上帝嘛是用伊啊，对无？吼，亚利米嘛是嘛，亚利米上帝有一句话咱拢作熟的，伊讲。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了，对吧？好，上帝就知影咱啦，这就是代表上帝伊早就已经有备好的，伊的主权。好，啊，保罗伊原底迫害教会，这是咱咧讲的。上帝若要用什么人，就是这个例，这个例。但是哦，咧圣经内面吼，你若看《使徒行传》13章，来，人是会当参悟上帝的呼召的哦。我搁讲一摆哦，人会当参悟上帝的呼召。虽然伊一开始毋是被上帝呼召的哦，但是人是会使哦。你看《使徒行传》第13章，来，咱来看《使徒行传》第13章。这段话，我想你看看，你就让明白啊，你就让了解啊。好，13章第20到第30，来，你的圣经安怎写？因为他们侍奉主哦，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烧他们所做的工。对，这么条。对，好，所以伊讲的足清楚无？13章的第20到第30讲啥？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有无？侍奉主。今这时阵，圣神就讲哦，要为我分派巴拿巴甲扫罗哦，去做我调因所做的工哦。注意哦，去做我调因哦，我调因哦，我是啥物人？我是啥物人？我就是这个主耶稣能好上哈？会啊。这句话吼，简单讲，这句话简单咧讲的，就是伫咱的生命中间吼，咱来知影，有真侪时阵，上帝伊其实通过咱人，伫带领人、引带人，互人知影，呼召伊会当做伙来参与这个工。先知就叫。系对，吼，你知影我意思无？所以圣经内面特别咧甲咱讲起哦，保罗伊提起啥？伊提摩太前书，你即摆搁看另外一段圣经，在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14节。
第四章，第14节，第四章14节。来，你读。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师，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有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你有看到教会内底有的人，有的信徒，你会看起来讲，哇，迄牧师卡，你看起来那种，敢若要用什么人，啊，就去甲伊讲，然后讲的就真正来用，啊，但是就发生伊就安怎。我跟你讲，遮咧讲的就是啥？每一个人拢会去对圣神遐领受无同款的文书，这我拢唔知影，这咱嘛拢唔知影，连我有当时我嘛看无一定拢完全清楚。这吼是主要说竞选保罗加做的仆人，这有耶稣意思，因为吼，这个保罗伊做好学问，做学问的中间啊，对圣经的字嘛都深嘛，所以咧使用伊来个改变，咱会当安尼甲解说啊，剩的是要来解说，因为一个歹人。我问你，每一个人伊所领受圣神的文书，能力敢有共款？无共款对吧？啊，你当咱的教会内底，咱要做教会工、上帝工，咱一定爱去找安怎？找适当的人才啊！啊，什么叫人才？适当的人才就是伊对某一个部分有伊的专业，甲伊的能力嘛，对无？啊，这敢毋是圣神？伊若是一个基督徒，伊对上帝遐有会领受即款的智慧袂？会啊！啊，伊若有即种能力，你会当甲伊邀请，但是你着爱倒转来伫教会内底体制，爱帮助伊安怎？你爱甲伊确认，即个人有蒙呼召无？蒙恩的呼召无？你爱甲伊问哦，某咪人啊，毛长老，你有想要？我一开始讲小组，咱要做小组，要用小组长，我嘛先甲你问的呢。我袂使讲你无爱，我坚持要互你做呢，袂使呢。因为这就是啥？这叫做人伊的感动啦。所以如果咱咧找小组长，咱拢是安尼找啊。啊，今日我若找着一个信徒，讲啊，歹势，某咪人教会吼，即马有一个困难，这是上帝教会有一个使命的坎坷，毋知影你有方便会当来做伙来承担无？伊讲好啊，无问题啊。请问，伊若做有火热的心，甲你讲好啊，无问题的时阵，第一，你感谢伊；第二，你着爱开始为伊祈祷，你着爱开始去思考，当伊面对着困难的时阵，面对着问题，譬如讲你带小组，无对，你一开始敢袂晓带小组，嘛袂晓啊。咱一开始嘛拢袂晓啊，对无？啊，我敢无事甲人讲，啊，你着无即个温数，你着无即个会晓带小组的。这主要伊要叫人做迄个人哦，对，是毋是有迄个责任感嘛？对，无对。伊若无迄个责任感，若无迄个使命感嘛是。对。你安怎甲叫是？所以啊，你头拄仔讲的，咱头拄仔咧讲的，如果一个人上帝要竞选什么人，就竞选什么人，无毋对啊，这是伊的权啊。但是上帝工内底要做工的人，无单纯拢是爱等待讲主啊，上帝你要用什么人就用什么人。我即句话我嘛要讲啊，但是你若对伫教会来讲，对一个牧者，伊要管理一间教会，咱若无咧祈祷，嘛毋祈祷，啊嘛无要去设法，安尼就安那，咱是叫做代夫职守啦。迄个罪是搁较大的所以我认为。教会内底，咱着爱常常安怎？咱毋是去单纯叫一个人来做，毋是，咱爱经过祈祷，爱去印证，啊，佮教会爱同心去安怎？去确认讲，有影，即个同工会使做。你看咱最近，你讲咱同工，若真正无法度，伊若无法度的时阵，伊安怎？要无师父，歹势，我爱休困，你嘛无要紧啊，咱着安怎？咱着爱退一步去想讲。当一个人伊的灵性，伊需要安静，伊需要好好啊去跟上帝定心结合的时间，咱就爱尊重，所以我感觉上帝主权甲教会参与，教会每一个同工的参与，拢足要紧。是，这个保罗是毋是我那犹太人？是犹太人对。本身啊，迄个。这个
什么法律赛啦，吼，检察师啦，对，一寡这人嘛是么犹太人对不对？你甲我想的一个问题讲，谁啊主要说吼，无要敬遐犹太人，特别敬保罗，咱平歹人，保罗嘛是歹人，伊嘛是歹人，你甲我想的想一个问题讲，我谁啊可能看了较想要敬迄落。想要敬保罗这种人，我认为我咧看是，因为伊本身伫罪恶的内底，伊伫罪的内底极大极深的体会啦，伊敏感度特别悬啦。一个对罪有敏感度的人，当伊若翻转过来生命吼，伊会眼界比平平安安、真认同的人搁较侪啦。我嘛常常会想啊，上帝啥要用我这种脾气遮歹的人？我常常咧认罪悔改，我嘛咧想这个代志。但是有一项代志我会当肯定，像你头拄有讲到，有一个新加坡一个牧师，足有名的。伊去坐监的时候，我有看伊最近的一个见证。伊讲一句话，我足肯定。伊讲上帝足爱听的是什么声音呢？安静啊！上帝爱听的声音是啥？叫做安静啊！这是这个牧师伊伫坐监的时阵，伊伫监牢的中间，上帝予伊的一个异象啊！伊讲伊过去安怎？好安尼伊化水的坚强啊！伊家己咧分享啊，咱嘛拢知影，有无？一个牧者伊若是有权，有迄个吸引力、影响力的时阵，但是我看伊讲出这个话的时阵，有影。所以你头拄咧讲的保罗，伊真有影响咱的，伊是高知识分子呢，对无？吼，伊的教育是足好的呢，但是伊安怎？伊嘛行动力足敢做的哦，吼，敢去掠，敢去抬，但是啥怎上帝要用这种人？我毋是要讲上帝拢一定会用这种人，这就是上帝主权。我嘛毋是讲这种人特别好，毋是。我要讲的是，咱若是信主的人，如果咱是平平安安去领受一个足宝贵福音的人，咱在看待一个无好的人、无好的代志会发生的时阵，咱乃有更较开阔的心嘛。啊，若无，咱有当时是比这犯罪得着救的人更较硬心嘛。所以，嘿，这个无所谓讲听吼，你应该嘛捌听着讲，某一寡教会吼，内面有发生一寡的代志吼，莫讲金钱上的代志吼，还是讲其他有犯罪一寡例啦，对犯罪一寡例。我咧讲的是，毋是讲咱信徒啦，讲传教者啦吼，像阮拄仔咧韩国个真诶对不对？嘛是个读个传教者。伊今仔身为一个传教者的时，伊是毋是爱避免哦？即个代志一寡代志啦吼，做敏感会发生，伊是安那无要避免？就是因为咱人就是有罪啊！你去卡着，你去，我是感觉这是上帝啊！这是我上帝一种的教示啊！你若像我的人，我到底入教会吼，一仙一钱就对啦。我都毋敢去违背着即款的罪，因为这吼，咱做代做啥物代志，啊对上帝负责啦，啊搁以咱家己的良心来做代志。啊，有时啊一寡吼教会领袖吼，是安那你无法度通避免的，啊即款的罪来，即款的代志来发生。我讲这个代志就是讲，咱望讲咱伊被人冤枉的啦，查出来都是伊可能毋对所在啊，毋对所在，毋正去用掠去关对不对？啊，你为什么吼？你身为一个领袖吼，你一寡即个代志，你都袂使讲，咱知影家己都袂使做的，咱还阁面对上帝呢？毋是讲面对法律尔。所以我讲有当时吼，像咱要做一项工作，咱一定要了解法规啊。
了解法规，啊嘛了解法律，了解制度，啊，然后咱较来反省，到底教会上帝殿呼召咱要安怎伫遵照这个法规的内底，无违反制度啦。你若无去违反着制度，安尼我相信咱就会当好好啊来改变教会文化。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倒转来头拄仔咧讲的这个选人好无？吼，选择人来做主的工。我认为有一个，我最近一个足深的体会。我感觉教会角色吼，就是爱去认，爱去看会出到底这是毋是上帝呼召。啊，这容易无？这无容易啊。对吧？这无容易对吧？但是哦，你看，阮做一个牧者，阮做一个牧师的吼，常常伫教会一个教会内底吼，要选中职，长老要选什么人，执事要选什么人，伊会当来帮助牧师做主的工。牧师常常咧想这个代志，规年透当拢咧想这个。啊，要安怎想？阮就爱去想着会友，会友有去甲伊栽培伊的生命无？有用主的真理话语去甲伊栽培、甲伊培养无？第三，咱就要去想讲，如果伊有感动，伊对上帝的话甲真理，通过伊的生命有改变的时阵，阮拢会去安怎足欢喜。然后就开始去思考，即种的人，遮的人，因会使来做主的工无？因为阮咧堪伊培养伫圣经的话中间，拢会去探讨伊的生活，吼，探讨伊的价值观，探讨伊即个人伊安怎判断代志。所以，当你咧看伊咧看圣经、了解上帝话的时阵，然后为伊带导的中间，你就愈来愈了解这个人伊的生命特质。所以我感觉这就是咱安怎，咱咧了解伊是毋是有主的呼召啊。我感觉这是教会应该要有的啦。所以咱的教会，如果咱若拢干那用看人的角度，咱足少咧陪伴一个人，做伙读圣经。啊，了解上帝的话，然后了解伊的生活，了解伊的家庭，了解伊面对的问题。往往咱咧做的拢是安怎？咱拢做片面，咱干那用看人。所以你若讲，这个人安尼也好，迄有咧做工的人吼，咧牧养咧陪伴的人吼，伊会讲，你敢安尼讲？毋是哦，人伊拢咧改变啊，你拢无看到哦。吼，所以咱今日咧看就是安尼，目睭爱看到啥？咱爱去看到上帝在呼召人，在改变人，是因为通过这个人咧了解上帝的话语，伊是通过上帝真理的话咧了解生命咧改变。这个过程咱袂使无做。你看咧，我讲到细声，你讲面前对不对？礼拜吼来你遮啦吼，来遮我。姊妹，这个姊妹，姊妹。我一个遮是我点咧讲。我讲，我毋是讲你袂当用即个人，是，互即个人安尼靠吼，互伊身体较舒适的吼。你即摆即个时阵哦，我讲，毋是，伊都满腹的。毋是，我解说互你听。这顺序，这是我先甲伊邀请了后，较发生的。所以我若已经甲伊邀请，我若无继续靠着信心来。拄啊好发生这个代志，我来讲，这种足奇妙。你甲伊邀请，这种发生的事，声太。但是你想看觅哦，邀请了再拄着这。啊，你想看觅？上帝咧做工，魔鬼敢会做工？魔鬼嘛咧做工。啊，若魔鬼咧做工，咱做主的信徒爱做什么代志？祈祷。祈祷陪伴解决问题，足简单的。祈祷陪伴解决问题。但是我所在啊。伊敢若无够信心哦，还佫无够，还佫惊吓。无，迄无要紧。我的意思毋是讲一定来做，我就爱常常安怎，我就爱甲伊问讲，某咪人啊，安尼还可以吗 ？OK 无？会伤忝你爱甲我讲哦，吼，啊若随时有啥物情形，咱随时会当做抽屉，这就是弹性啊。因为咱若无安尼咧做，这就像我讲的，你一开始你甲问啊。吼，你即摆形容佫无好做，人会安怎？有当时心情佫无好哦。是安怎？你当初甲我讲好啊，我就答应啊。我是举一个咧，这是一个角度。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啥？因为我知影咱要做到邀请一个人来做一项工作，面面俱到，迄是足困难的。教会内面事工人啊，事工拢无法度面面俱到。但是至少我感觉咱爱有一个敏感度，咱爱徛伫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工就是需要人，对吧？圣经嘛讲，需要收割是传福音的。啊，但是嘛有做项侍奉的工课。我讲你我那互伊的心较平静的。当然。我讲，伊像伊啦吼，若叫伊来做，若忽然间有啥物小可出差错的时候，我甲你讲啊，伊真会崩溃。我甲你讲。但是哦，因为这几工，想来讲，伊绝对哦，会足惊吓，会足烦恼的。但是其实我感觉，我了解起来，伊所惊吓毋是做事工啊，伊咧惊吓的代志毋是事工哦。我是毋知伊。对，所以你看嘛，所以你头拄有讲到，这是我毋知影。啊，即摆就是牧师要甲你讲，互你了解。当咱去了解看，咱去关怀了，你了解伊的看重的代志，毋是遮。伊对事奉，伊是足阿面的哦。伊已经伫咱的教会交代足久的时间哦，吼。但是足重要有一个物件无做到是啥？我头拄咧讲的，咱教会无咧去甲伊牧养、信徒伊的灵性的问题，包含伊的生活需要的知识甲财物。所以我感觉这物件是需要陪伴，吼。教会生活啊，人的关系，这咱拢爱去建立啊，吼。所以我是感觉讲无毋对啦，这个部分我会特别注意啦，吼。咱伫当工的邀请咧做工的时阵，吼，咱爱注意。因为所较无就是讲，教会领袖哦，伊上爱就是教会领袖。伊当然每一个人哦，软弱的人，伊入来要找啥？我所需要，我就是要找牧师。啊，中就要次要，因为啊，伊知影你是一个牧师，伊一个信徒，伊心中牧师就是讲你人牧养，对不对？啊，你来时，对不对？当然，你也先做，爱先牧养的工作，你也是互伊，甘陪伴。啊来时吼，咱个慢慢了解是讲，咱知影伊啥物款情形，咱才囝人中心的时候。啊，这样甘陪伴。你袂使讲伊来时哦，我讲啊，大家都共款。每一个人入来头一个就是要找牧师啦。啊，无要紧啦。若要找我，至少我阁有机会甲伊分享甲教导嘛。啊，咱会当甲伊分享，甲伊讲，你愿意来做伙来做工，安尼你着爱做主的工哦，毋是做我的工哦，毋是我咧派你做啥哦，你着爱对上帝负责任哦。吼，所以。只要你家伊迄个方向家带好健康吼，安尼无要紧。老师，我讲你吼，你往来做伙当。我先来讲你做伙当。伊咯，伊的情形我哪做了解。我讲哦，伊你毋知伊做的工作是咧算钱哦。啊，你若互伊算毋对，算差错啦吼。我讲像伊即款情形哦，你看好一定哦，足惊吓，足惊吓。我记得看礼拜看伊遐买即个啥，会计师啊，伊就行动哦，毋知是有啥物代志撞安尼啊紧张，我心内想讲。其实我的看法是感觉，毋是，咱通常咱若有类似即种的兄弟吼，咱会使做的就是甲伊讲放轻松。咱像迄讲，我今仔日要去啉咖啡，招一个朋友要啉咖啡，伊安尼。啊，今日要食啥？啊，你看伊足紧张，你就甲伊讲，你毋免紧张啦，豆仔来，吼，迄一个步，一个动作尔啦。啊，我感觉咱人甲人的中间吼，咱互相。你看伊的面啊，红光光啦，伊就是讲伊身体有啥物病咁。伊前一暝困无好啦，伊迄天前一暝无困啦，所以迄每一个人体质无共款，所以我前几日啦，我是感觉我牧师含伊了解伊安怎食食，安怎了解。我毋敢讲，我是提供一寡资料，互伊去研究。啊，其实我感觉有真侪人，毋是干安尼。其实咱有足侪人吼，伊毋捌要安怎好诶生活食食，啊，真正拢毋捌。
啊，就算知影嘛，拢较单纯，吼，一个是皮迄个皮毛的，所以有当时咱人的无法当食出健康嘛，是因为安尼啦。所以到底是。嘛，既然咱等下结束，因为咱这有直播，吼，所以咱莫去当会友的代志。我感觉较重要是，我今日要讲的，就是讲，你头拄迄个问题，我毋知你有听有无？就是我讲上帝的主权，但是教会咧参与上帝讲，其实就哪像咧保罗伊咧托即个提摩太，伫教导伊甲伊讲，吼，我讲提摩太前书第4章14节讲，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什么叫恩赐？上帝的恩赐，互每一个无共款的人，互伊对原身未晓变会晓，对吧？吼，原底无迄个恩赐能力，变有迄个恩赐能力。等于有这种恩赐能力了后，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像迄有人讲吼，你看起来足适合做牧师的。我过去吼，有个关怀我的牧长啊、牧师啊，也是教会长老啊，伊讲委员，你真适合听你咧讲话，啊个。弹吉他真适合去做牧师。我讲无啊，我不爱。迄个中间，若讲起来，你要甲伊讲是上帝的主权吗？无毋对，你会当讲嘛是上帝早就经好的，但是上帝嘛是透过人安怎？透过人的预言的像他拄仔提摩太前书说，不可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注意哦，这个动作最重要哦。咱要讲，你有会当做啥？这换手是祝福的，这是叫做祝福的祈祷。咱按你一个人来做一个工哦，你毋是放互伊遐默默受啦，毋是啦，咱着爱甲伊陪伴，爱甲伊带。所以圣经内面安尼咧讲，这拢是都像你完全拢照你所讲的。牧师，这样你这毋是这种上帝吼，要敬什么人就敬什么人，你这两项代志啊，这爱甲分好清楚啦。所以咱茫甲圣经内底咧讲的，咱若看到摩西啦、亚利米啦、保罗因的经历，迄上帝拢敢若爱看上帝有直接迄个啥，亲眼见主面安尼啦。咱若敢若用这个观念咧看上帝要敬的人。安尼我来讲，教会要敬人足困难，因为你拢无咧观察人诶，无咧看一个人伊安怎领受恩赐、领受能力，所以我真爱去关心人，跟人去建立关系，就是拢咧了解这个人伊安怎咧上帝予伊有啥物款能力。最近咱教会有一个健身教练，有无？一个姊妹，迄个杨姐妹，健身教练伊伫教会会当做啥物？办活动啊，你爱想讲哈，你爱想讲，伊若看咱识了后，伊的专业是啥？伊的专业就是健康啊，健康的运动。健康的运动上好，我就想到我国中、国小伫教会高中的时阵，迄个时阵张永忠老师啊，有嘛？你嘛捌？张永忠老师对高中、国中，我若教会野外礼拜去到爬山，我拢逐组我拢对到。我对这个长老特别有印象，为什么？伊就总爱爬山，足健康的，有无？对啊，咱伫教会内底，咱就爱去看到上帝互每一个人无共款的能力，伊的能力就会当真做适得其所，互伊做上帝用的人。所以我感觉毋是干那看教会，咱咧看的单纯迄个面相，咱就爱安怎？咱咧想讲，咱就去陪伴。所以我感觉教会的角色啊。咱即摆爱上较快。你嘛看，做个爬山人，对。无啦，这是我譬如啦。你爬山，跟你毋知伊安尼过用啊，生讲的。我知，迄个人堪上帝关系啦。每一个人的经历，所会拄到的灾难，这咱拢毋知影。这咱拢有每一个人的生命，生有时，死嘛有伊的时。我感觉人的际遇拢无共款，像最近这个罢免的领衔人有无？陈小伟牧师有无？伊最近嘛手术啊，心导管啊，伊的太太伫网络伫遐分享，嘛是分享一篇讲哇，上帝真正520哦，总统1周年的迄个嘛迄个就职的迄个分享，伊520嘛是伊伫之前伊捌手术过一摆，同款的情形。
就是伫520发生的，啊，即摆嘛是伫520个发生的。看牧师，咱教会即个脑膜炎同款的代志，所以我感觉上帝拢有伊的时间对伫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感觉吼，咱着爱安怎，咱来了解到底上帝的心意是啥。所以咱爱常常甲牧师吼牵我，因为我足需要咱来时常咱伫祈祷讨论的中间，啊为着遮个人的需要来祈祷，啊伫祈祷的中间有一个平安，啊搁较有信心要安怎陪伴一个人，安尼咱的信仰，咱的教会自然豆豆啊有建立一个足好的文化，吼、有人有欠缺，啊有人毋知影要做啥物工课，咱会当豆豆啊有即种文化的产生，教会有足侪工课通去做啦。啊，足侪通去关心的人啦，嘿，所以我是认为讲，最近我等下会甲你分享讲，其实咱嘛咧准备讲，咱即马咧该去安排一个工课，咱来祈祷，我明仔载要牵一个同工来讨论这个代志，我相信，如果上帝陪伴好啊，因为我相信，对于咱教会这2冬以来，这个家庭，上帝有伊足美好心意。真正有伊的心意我通过最近阮华语礼拜嘛有做遮有关的笑目的问题，真正我得到这个同工真好的帮助，真正通过这个同工，互我足好的帮助，所以我感觉讲上帝拢有伊的真美好的安排啦。但是上重要是咱要安怎陪伴一个咱边仔的同工，互伊豆豆啊成长。我感觉这是上帝互咱的功课啦。你讲，无要紧，我等下还去讲。咱先做伙来祈祷因为时间差不多。咱今仔日虽然无看完但是咱会当通过今仔日新的功课，互咱了解要安怎看见上帝所爱咱看的事好，咱这时做伙同心来祈祷。主耶和华上帝，主阮知影，伫阮的生命中间，阮专心要敬畏主你。总是阮知影，上帝你创造一切万项事，包含创造阮的生命。主啊，阮相信你是圣洁、公义、满有怜悯的上帝。伫你的阳光的内底，阮相信阮需要伫罪恶的环境甲道路中间，搁较明白上帝你的心意。主啊，愿上帝你帮助阮。有时阮伫教会的工课，做项侍奉的工课顶面，阮承认阮家己常常靠家己的思想、甲言语、行为，有时阮得罪了主你。恳求上帝你按照你丰富的恩典甲怜悯。搁一摆赦免阮的罪，撤销阮所犯的过失，互阮明白，阮是上帝你通过耶稣基督救赎阮的罪，钉死伫十字架顶，用伊的宝血来压榨洗清阮的罪，互阮会当搁较坦然，无惊吓来到主你的面前，来做主你的工。主啊，愿你圣神亲自来光照阮，互阮的心目会当看见，互阮的心毋若看见，嘛会当明白上帝你真理话命的话语。领受你真理话语的人，真实较会知影圣神的工作要安怎伫阮的生命中间来行主你所欢喜的事，报用你的福音，将上帝国会当真实来得到空阔。愿上帝你帮助阮，愿阮的一生会当伫上帝你的光明中，继续来活得听主你、听人、信靠主、侍奉主，引带搁较侪人来成做一个好搁真忠的同工，做伙来荣耀主上帝。愿上帝你带领你的教会，互你的教会愿意付出因的生命来互上帝你用的人。阮嘛要恳求上帝你加添智慧甲力量，互因无互魔鬼的关系较赢，常常伫祈祷的中间谦卑顺服的心智，互因会当得到主你的固守帮助因，互因会当伫安稳的所在，伫服侍主你的中间，嘛当得到主你大大的祝福。愿上帝你帮助。伫你的教会，甲你的路途，互阮会当三甲享受主你满满的恩典。阮搁一摆献上阮的感恩甲恳求，愿上帝你继续甲阮开路。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